好多人都以為腸道只係負責消化，其實腸道喺身體入面嘅角色遠比我哋想象中重要。佢被稱為第二個大腦，因為腸道會同大腦緊密溝通，與消化、精神狀態同整體活力有關。人體大部分營養都需要經過腸道吸收，而免疫防禦亦主要集中喺腸道之中。當腸道運作唔順，身體就容易覺得沉重、精神差、食慾下降，甚至情緒都會受到影響。所以腸道狀態其實係反映整體健康嘅一個重要指標，需要我哋及早關注同好好保養。Arctic Solution 腸道寶採用精研配方，嚴選多種植物萃取及腸道友善配方，全方位照顧腸道健康。產品着重日常調理，有助維持腸道自然蠕動，促進消化順暢，並支持整體健康平衡。配方同時照顧腸道菌群生態，有助維持身體自身防護力，係關注腸道健康、生活節奏忙碌嘅都市人作為日常保健嘅理想選擇。為咗幫助維持腸道舒適與日常暢通，我哋特別加入已獲得美國 FDA 認可嘅天然素材望江南萃取。佢嘅性質溫和，有助促進腸胃自然活動，幫助維持排便規律。再配合荷葉萃取，協同支持身體代謝，幫助維持腸道輕盈感同舒暢運作。另外，產品仲加入咗多達6種有效萃取，包括生薑萃取，有助刺激消化液分泌，促進營養吸收過程；蒲公英萃取，有助舒緩食慾不振同脹氣不適，維持飯後腹部舒適。至於維持腸道運動規律，配方選用藿香萃取，有助維持腸道穩定蠕動，同時支持消化系統平和運作。為顧及整體嘅循環，特別添加玉米鬚萃取，有助促進身體代謝循環，維持細胞活力，支援整體健康狀態。配方仲加入咗紅棗萃取同太子參萃取，進行深層補益。紅棗有助鐵質吸收，為身體補充營養；太子參則有助維持日常精力，為腸道健康打好基礎。微生態優化方面，核心採用強韌嘅凝結芽孢桿菌，呢種益菌可抵禦胃酸同高溫，直達腸道，幫助穩定腸道菌群環境，促進消化健康。最後，為鞏固防禦體系，我哋補足益生元組合，果寡糖與穀糖作為益菌關鍵養分，促進健康菌群生長，協助維持腸道長期平衡。Actigut Solution 腸道寶，每日早餐後食用2粒，就可以為你嘅腸道展開充滿活力嘅一日。當然，除咗補充營養品，日常保持良好習慣同樣重要。飲食上建議減少高糖、高鹽、高脂嘅精製食物，多食蔬菜、生果同全穀類，並且記住飲足夠水，每日做適量運動，就算係飯後散步，都可以幫身體減輕負擔，令消化更順暢。另外，亦可以適量攝取乳酪、泡菜等發酵食品，佢哋含有天然益生菌，可以同腸道寶互相配合，相輔相成。從日常開始照顧腸道，慢慢建立屬於自己嘅健康節奏啦。